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台湾俗谚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谚是在家日日好，出外条条难。这句俗谚是在讲，伫厝呢，啥拢真好，逐项代志爸母拢传便便，准备甲真好势，拢毋免烦恼着。若出外，无论要读册还是食头路，拢着爱靠家己，和朋友交陪、食穿等等。咱若伫厝，有当时较懒时，爸母嘛加加念一下。有时着搁甲代志做甲好势好势。若是出门在外，逐项代志家己来较好。若无，互人歹印象，就真正算袂好。所摆咱伫厝，喙爱较甜咧，爱感谢爸母对咱的看顾。出外拄着困难，着勇敢去承担，经过侪侪的挑战，咱着知，对咱好的爱珍惜，无好的着食苦当做食补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